云林县113学年度到4月底为止，县内公立国小的一年新生拢总有4215个人报到，比顶一个学年度是较减少260个人。其中有8间学校干那1个人报到，甚至有2间学校是无人去报到的。云林县教育处强调，会遵守教育部一个学生着开班的规定，嘛鼓励这4间学校爱推出特色的课程吸引学生。 最近新的一年新生陆续报到，经云林县教育处统计，113年学年度，云林公立国小新生报到人数总共4215人，比去年减少大约260人。其中有8间学校只有1个人报到，2间学校无人报到，年来上侪学校。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那我们事先有请各乡镇强迫入学委员会先了解各国小的新生人数那有些学校呢，它本来学区里面就没有学生，所以就影响了今年的有些学校的学生报到情形。对此，教育处强调，云林会遵守教育部一人申班的规定，目前无采并校的考量。 但鼓励学校发展特色教育，其中岛南中公国小去年转型成童军教育实验学校。今年虽然学区无学生，却吸引7名学区外囡仔来报到。4大主题课程：童军户外探索、童军记忆新传、童军科技实作，以及我们的童军多语运用，用这样的一个主轴课程，来让我们的孩子有系统化的一个学习。中央国小表示，今年全校学生只有3、4人。 透过转型成童军教育实验学校，除了传统的考试科目，每礼拜还有9节融入童军教育。今年陆续转来15位学生，希望强化学校的独特性，来吸引家长和囡仔继续往云林报到。